续来到台北市中孝东路4段，有一个卖菜馆的太太，这个警察拢已经到场啊，还佫伫咧顶仔骹咧卖菜馆。警察讲要甲没收这个打价，这个太太又讲参菜馆嘛要做伙没收，是当场大失控，拼性命一直喊，甚至来喊救命。有袂少的民众我过来关心，佫有人举手机来录影。其实咯，人这警察咯，自头到尾拢甲伊真好声哨，真好喙，嘛无要甲靠菜馆，只是依法来查扣着白打的这个铁架啊。结果这个太太就情绪失控，安尼大声喊休，袂输讲大声就会当遮命共款。老太太伫老太太东区街路闪物件，搁一直喊救命、拍抱啊，吸引大家注意，甚至和两个员警伫街路咧抢铁架啊。警察先甲铁架放伫路边，要按打老太太，毋过无法度。老太太情绪真激动，一直跳针，讲警察无公德心，坐伫路边唔肯配合。两位员警讲甲嘴甲全破，嘛真无奈。虽然老太太解释讲是因为目睭无好，无看到警察到现场，佮讲家己特别70岁啊，想要得到警察的同情。警察可以予以来做扣摊了，因为他现场有妨害到行人通行。在警方执法过程，违法摆档的老太太唔拿现打，佮一直咧发，不管用啥物款的手段拢无效，上尾要求警方依法甲打铐起来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